迄尊严较感人，我就有咧留灵魂较感人。我迄正规个屏东嘉东下六金庄人。咱结束苦连连，重阳天空还有明前。无为凡俗夹子，开天救地万物齐。不信但看亲眼见，不怕天风爱又不留情。一山之高三六年，不山之高处处见。求神问卜签字讲，求求天父爱又会受众。心肝足姜分合山，山火归阳走西方。神的木子下双臂，压青山峰爱又用细细。太天运输千百劫，人间迷信做苦情。很开心在这个地方看到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曾国海医师海的诗歌音乐会。我是顺文，我是曾权。今日真歡喜看到咁多鄉親朋友來到現場，向下來欣賞一場音樂會，希望大家。
在内木子恰松比，雅亲三峰两丝丝，太天人数千百节，人间迷心粗苦齐。人间迷信错苦齐。上西托归海先生嘅文字，真的感覺到佢對當道事情嘅關懷。就像鄭醫師曾說，真正的文學聲音應該要能夠表達這片土地的苦難、悲憫、命運，還有人民的情感和希望。今日我用無強用嘅面腔，帶領大家向下來認識歸海先生嘅性格、詩文、行通，還有哲學觀。是我们邀请今天的指挥郑立斌老师。
晨醒来，你是盛开的玫瑰，像许多夜里的玫瑰。不知道为什么，在地球绽放的，只有风轻轻地摇曳着它，在人们轻盈的视野。日石头唔想开花，林暗日落后山，夜色替山峰涌来，夜合替客家人屋卡田烟，点点打开自家嘅天窗。日
完吧，孩子们，把风筝放上去，像是自己飞翔的一颗心。无边的海，波波滂沱，流得漂流，漂流嘅亮途。他人爱练自己手去练，爱跟爱的心爱用为泪练练，为到穷乡，人情团了枪，南风如切，拄起变强白。日常生活中，爸爸很幽默，带来许多欢乐。像帮我们拍照的时候，故意扮鬼脸，逗我们笑成一团。有时候还会唱 rap 跟跳舞，在家里像小天使一样搞笑，让我们开心。他很喜欢动脑跟挑战，是围棋高手，也是桌球好手。常常会指导我们，平时常和我一起看网球赛，和弟弟看 NBA 篮球赛，像球评一样分析战术给我们听。小时候，爸爸常常带我们去大自然玩，一起观察花草、树木和动物。遇到附近的树上有鸟，他会学鸟叫声，和鸟对话，童心未泯。哇，原来郑先生还有按斗神奇的故事哦。对啊，我很难想象郑医师会唱 rap 哎。其实大家大多关注郑医师描写关怀社会的作品，那其实郑医师在描写亲情的篇章也是非常有温度哦。刚刚郑医师按斗的作品底部，郑勋，你是不是有哪一首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爱情气氛的一则作品哦，应该是自由的风筝。关于《风筝》这首诗，让我想起小时候，爸爸是一个放风筝高手，他带着我跟大妹丽姐常会去文化中心，牵着我们的小手放风筝，一起看着风筝飞好高。长大后，我就慢慢回想起来，觉得那个风筝的线就是爸爸，是他的父爱牵挂着我们，然后陪着我们成长。小时候也常坐的爸爸有一辆白色韦氏牌机车出去兜风，那个时候爸爸也是瘦瘦的，戴着一个黑框眼镜，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文青的帅少年。哇，原来不单止风筝，还有 Whisper， 对，糖豆药，我就想到郑医师他在作品里面写道，看见孩子们陪爸爸到公园里放风筝，他看着风筝越飞越高，仿佛遥望自己的童年一样，充满许多省思。爸爸去玩吧，孩子们，把风筝放上去，像是自己飞翔的一颗心。陪爸爸去玩吧，孩子们，把风筝放上去，像是自己飞翔的一颗心。远远地离开这个城市，努力往上爬，爬得越高，才能更清楚地看见童年遥远的
往把孩子们，把风筝放上去，像是自己飞翔的一颗心。陪爸爸去往把孩子们，把风筝放上去，像是自己飞翔的一颗心。远远地离开这个城市，努力往上爬，爬得越高，才能更清楚地看见童年遥远的故乡啊，童年遥远的故乡啊。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伟大女性。曾贵海医师这一辈子为了台湾四处奔走，在缘分的牵引之下，让他认识了他的夫人黄翠茂女士。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就像《水文》这首诗，既深情又浪漫。曾唱过，唱过爱的两途，讲大家有爱，小音亦也嘅奔流。曾唱过。穿过爱的两途，带来酸行的花，留恋的河巴笋的沙。曾唱过，唱过爱的两途，逆天的泡影。冲散提风的泛滥，曾穿过爱的两途，看天的灯去闪亮，参天的夜色。曾唱过，唱过爱的两途，弥漫的艳阳，美好的树林。曾穿过爱的两途，飞流向开展的河巴桥，留恋无限的海，无限的海。面向对面的山，为看到你浅浅的赞叹，强度强劲
嘅木珠等等，漂浮在通体嘅迷恋，照用深度深度嘅田野。神雄，孙稳、孙雄先生好，曾巡浩，相手，谢谢。先生好，很多準備員工飛嘅時節啦，有發現到其實有幾多前批朋友全部研究老歸海先生有同層嘅緣分哦。故所想我想問，請問老師怎麼跟鄭醫師認識的？我愛跟鄭醫師認識應該可能怕超過30年，可能有30年。30年了。我記得我印象中有的第一個活動是，鄭醫師的家鄉嘉東楊氏宗祠，因為要拓寬道路，然後說要拆掉那個楊氏宗祠的它的某些建築，還有那個太極祠。那時候鄭醫師發動了一個遊行請願，然後我們去參加。我那時候大4，我的頭髮留到那麼長。哇！然後後來遊行的終點，我在那邊唱歌。我印象中跟鄭醫師第一次有在一起是這個時間。那後來因為美濃反水庫運動，然後鄭醫師其實經常參與有關南方水資源的會議。我其實還蠻常遇到鄭醫師。那時候我們在做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時候，也真的是非常感謝鄭醫師。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氣度很廣的人，他是從一個南方的水資源的一個想法去幫助這個運動。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他。是。跟先生老鄭先生都是按舊哦。那有沒有什麼比較感動，或是讓你覺得很深刻的故事？有呢，因為鄭醫師他其實他是一個藝術家，他是一個詩人，對，而且很徹底。對，他說他私底下就會講說，我不喜歡當醫生然後如果他要選擇說他想要的職業，他想要當一個職業的詩人，職業的藝術家，那個是他最大的願望。對，所以他其實對那個創作者非常好。那我是其中一位。有一年我記得可能是1999年或是2000年的農曆年前，鄭醫師在美濃跟我見面，然後呢他就私底下拿了一個紅包給我，他說申祥新年快樂，然後努力創作這樣子。哇，那時候就說謝謝啦。我拿到紅包的時候就覺得那個很有重量，厚度很厚這樣子。可以做的敲門有幾多嗎？對，那個厚度。那個厚度後來25年前3萬元哦，很大一包，很大，真的。那是我這一輩子拿過最大的紅包了，真的。是，所以鄭醫師其實我在2年前吧，我在那個衛武營有一次他的作品發表，我講了這個故事，然後鄭醫師他就坐在下面
那边小小的说：“我已经忘记了。”英狗会天数听懂音，帮了太多人，所以不记得了。来，那个要自己承认了，可以在社群网络把它发表出来。对自己举手。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还想要讲一个是关于曾医师呢，他的那种行动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就是嘴巴说一说的这种人。我记得好像是1998年在高雄市区跟他开会，那时候大家南方的这些运动的朋友说，关于高屏溪流域，应该要发展一个论述跟公部门能够对话。曾医师觉得说哇这个很重要，他就说好，那来我们现在就来，我们现在就开始。他说来那个大纲大概几点弄出来，然后就开始分配谁写什么。2年之后那一本书就发表了，这本书叫做《高屏溪的美丽与哀愁》。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主写的是曾医师是主笔，对，他真的是一个行动力很强，行动力很强，不是只有嘴巴说一说的一个社会运动者。对，那后来曾医师还有跟盛祥合作有关于音乐创作的这个部分，是因为曾医师在中理和文教基金会担任董事长，一共12年，哇，真的很长。对，那他在任董事长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想法，就是把中理和的文学变成是音乐，然后能够引介给更多的年轻世代去接近文学。那时候曾医师呢就透过董事会委托我做了大地书房那一张作品。那一张作品里面，曾医师也是其中几位作词者之一，其中之一。对，那我记得后来大地书房是在2010年出版，是，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得到了金鹰奖的最佳年度专辑，是最佳民谣专辑，还有最佳创作歌手奖，是，真的很不容易耶。没有，因为这些词作者很厉害，包括是孙文的爸爸钟铁明老师，还有钟铁军哥。这些都很会写，所以就是强联手，一合作就得奖。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荣幸能够听到这些歌曲呢？其实我也是很荣幸能够参与曾医师的他的对跟他一起的合作。对，那下一首歌叫《谁妹谁妹挺爱来》西妹跟我来。这个作品是从钟理和的小说奔逃还有同性之婚发展出来的一首歌。好。刚刚就为了糖果味哦，分享分享乐吹。其实莫用为泪连连，为到穷下人情团吊车，南风如切，拄起边疆边。谁妹甘为情爱对，谁妹真实情爱对，世界很发，不过看过爱。心肝一方更爱落，莫执着如结晶。身边，还在马个已经落成线，甘我又叫飞梦，梦情送离别，将更爱出凡事的地方，就算天落地满也不怕。
手起练，爱跟爱的心么用为对练练回头穷乡，人情断了情，南风如切，拄起变向北。谁没敢为天爱来？谁没真实天爱到开世界安法，不会看好爱，心关激发抗天爱来。走路已经动成变，看咱马家已经落成线。刚过又叫飞梦，梦情伤离别。强敢爱出凡事一激发，就算天落地没死也不怕。爱情容易渡岸太易，天空中落雨，你莫放天空中落雨，你莫放。谢谢大家。对手甲古文行一路总谈，以前所思嘅所抱帮妹，阿哥路台几十年我看到你。谁妹挺爱嘞，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哎。真的听着歌曲的节奏，仿佛听到那种为爱不顾一切、勇往直冲的感觉。对，那除了申祥这个大地书房的专辑有收录曾医师的这个词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全部都用曾医师的客语诗为主要的对象，全部用客家诗来写。对，那这个就是山狗大后生乐团的《永明夜昆词》。去按用贵重专辑底度啊，你亲喜欢的歌曲，你最感动的歌曲是哪一首？我最感动的应该是那首描写自己的家乡的那首《弯角弯角》。一定做嘛嘅按叫莫归来，花上会看一定。
甲旧梦行业路总条，以前俗世嘅俗抱放袂，啊，古老台记思念无看到咩。哇，这些诗句真的好美好美，不仅写出了故乡，写出了盼望，也带给人许多觉知的力量。而说到觉知的力量，郑医师曾经说过，一个没有历史觉知的民族，不将生命根植于土地的民主，是很难长久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些诗去祈求，我们真的能够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希望，拥有一个人人都珍爱的岛国。郑徐，你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就像郑医师所写的，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国家。卫武营区原为全台闻名的新兵训练中心，因应都市发展，军方开始拟定迁营计划。1992年，曾贵海发起卫武营公园运动，开启南台湾绿色革命运动风潮，想在城市里盖一座公园式浪漫，想让公园之梦成真，要有行动力。尤其是一场长达18年的公园运动，要实现这个绿色之梦，唯有坚持，不轻言放弃。因为你看，我们做社会运动，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做，你要想清楚哦，是集体的努力才有结果。有一个英雄只有一个人去做的，在台湾绝对失败。所以你一定要会学的，怎么样跟人家相处，怎么样跟人家沟通，怎么去找人，这个人是有理想性的，是不计较的，不自私的。其
其实曾医师非常注重主体性哦，不管是个人的主体性，或者是国家的主体性。那说到曾医师爱台湾的这个台湾魂，其实就一定会提到曾医师所参与的公共事务是如何一步一步将高雄慢慢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美丽面貌。没错哦，曾医师不止医人、医病、医社会，他还救人、救地、救国家。心
用数后落狗冲色流。嘿哦，原来郑医师不只用华语、用客语写作，他还用台语写作。对，那除了这些之外，郑医师也还有以原住民为主题的作品。那身为台湾人，在血缘与文化经过时间的承载之后，早已透过不同的形式与方法呈现在郑医师的作品之中，让闽南、客家与原住民文化互相激荡，也互相包容。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历程与视野，很宽广，也很温暖，不是吗？
最高兴嘅庆祝，伊怎样嘅听你说连连好。世间简单重重嘅有事，简单重嘅哇，孙文基，瑞塔，分享分享。啊，今日迄本同好呢，是。很好听哦。嗯，小妹 Rita，你要對老真先生合作一場作戲吧，是跟董舅嘛。跟亞期間有發生嗎？該你覺得很感動或是很深刻的事情嗎？其實我青多年以前，我當然做客家嘅師母，就聽說溫英師正規會醫生哦。那這種事我有個好奇，啊，就曾醫師他是一位很有大愛人心的醫者，然後他又是很浪漫的詩人，又是一位很堅持、很勇敢的社會運動實踐家，然後知道。亞英有沒有暗有能量？他怎麼可以做這麼多不一樣的事情？我很好奇。直到呢有機會真正認識曾醫師，我就覺得在他溫文儒雅的外表之下，哇，真的是有很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精力跟能量去做、去執行他夢想當中的事物。其實我最喜歡，我最喜歡看到曾醫師跟師母一起出現，然後每次我就覺得哇，看到這個神仙眷侶出現，然後曾醫師講話，我覺得蠻幽默的，妙語如珠，然後我就看到。每一次他們倆出現的時候，那種很深情，然後彼此互相陪伴的感覺。我就記得，其實我來高雄這幾天，我特別去了高雄文學館，那邊正在有曾醫師的特展嘛。對。我覺得布展得很棒。我坐在那邊欣賞那個影片，還去 condo。師母他就說，曾醫師白天就是拼他的理想，做很多的運動，然後呢晚上7點看診。到9點半，這2個半小時要把一整天的來看診的人都看完，其實時間很壓縮。對。然後曾醫師可能6點多才回到診所，那師母就會帶着他親手做的便當，到診所等曾醫師，然後甚至安撫病患啊等等。然後我就覺得，真的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後，有一位偉大的女人，非常支持他，非常深愛他，讓他們彼此相伴，然後可以完成很多他們心目當中覺得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事情。對，互相陪伴。那我也很好奇，就是當你們把曾醫師的這個客語詩文要轉譯成歌曲，我覺得這好像要花非常多的腦力激盪，很不容易耶。因為寫詩詞跟寫歌詞還是有不一樣啊，溝通相同啊，所以其實在創作的邏輯上不一樣。那如何把曾醫師這麼棒的，我們選他的客家詩，把它變成一首一首的好歌。其實這種是我能夠談到，我們非常感動，我們大家都非常感動，因為曾醫師就說：來，我的作品，你們想選哪一首，你們就選哪一首。而且因着你們要把它寫成歌，所以你可能會有一些調整啊，對，可能哪裡要少一點，或哪裡是怎麼樣。他說都讓你們自由發揮。沒關係。好，我突然就知道講，哇，謝謝曾醫師如此的信任，然後也這麼願意讓我們可以拿他這麼棒的作品，把它變成
诗歌，我们也期盼就是透过音乐可以传播到更远、更多的地方。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然后我也不断的咀嚼这个歌词啊、曲子啊，然后我觉得好好听哦。那应该唐共吼，曾医师给唐豆，曾医师第一次听他说哦。很惊艳，很好听，然后我们都觉得越听越好听，真的。去按样一下，係咪做啲嚟聽下一條美好嘅歌曲？好啊，这张专辑叫做《杨伟仔看诗》，应该讲永明也看诗，以华语来说是蜻蜓看诗。对，我觉得在这一首诗里面，甚至是整张专辑里面，我可以感受到曾医师他对生命的那种从容、豁达、智慧。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他对家乡土地的关爱，是，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专辑同名歌曲《永灭困死》，好吗？好哟，蜻蜓看诗， Rita， 永灭困死。时间空海，跟某一点，身在两千600年，给点思考，记录到2100年，已经是不管爱。最高興嘅前奏，一早有夜，天裡水連連紅，用你破碎我嘅世界，天大海，愛天覆邊，點點就好。变作死。
用米的看时，三脚太冲火，看时看爱看天色，从歌从情从人生。是唱人生。在郑医师的创作人生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年轻时期以主体性作为中文书写，后来回到故乡，回到童年美好记忆交织而成的客语诗文。当然，也有期盼台湾越变越好的论述，以及描写将台湾的美丽风景。花开没有笛声，初识之情突然现身。
义师曾经说，有人问我，在诗人、医师、社会运动者这么多个角色之间，究竟哪一个身份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曾义师当时说，其实作家这个身份就是我的存在，作家就是我作为人生命的任务。而这个生命的任务，至今仍不断地延续着，延续在曾医师的每一个文字里，每一首诗作中，延续在各位今天听到的每一首音乐里，更会延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那这个生命的任务后面，其实有一股非常温暖而有力的力量，让曾医师可以放心的为这块土地去打拼。这个力量就是来自于曾医师的夫人黄翠茂女士。那今天曾师母其实也都一直在现场陪着我们，我们欢迎曾师母。让我们把掌声献给曾师母。我觉得我很幸福，能够有福分成为曾医师的太太，一起经历完成人生中许多美好和有意义的事情。时常看到他很长的时间在写作，我也会心疼，要他多休息，但他反而告诉我，能够写诗，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对我来说，看到他快乐的样子，就是我心里最踏实的幸福。而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师母为我们在现场朗诵这首意义非凡的《冬花叶开》。不断的开花，不灭的梦，在小小的角落，悄悄改换了世界。花
断的开花，不灭的梦。我想郑医师的精神会永远延续在我们的心中。而今天这场音乐会能够顺利圆满，我们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演出者，还有工作团队。首先，让我们感谢声乐家林建吉老师，谢谢老师。陈梦欣赏。感谢黎荣英老师，陈梦欣赏。感谢声翔乐队。感谢声翔乐队。陈梦三米欣赏。感谢山狗大后生乐团。三九台后生乐团。什么？什么？感谢吴义瑞、张杰新老师。感谢两位老师。什么欣赏？什么？感谢高雄市内合唱团，还有指挥苏毅老师。谢谢各位老师。最后。感谢高雄市交响乐团，还有指挥郑立斌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的演出，谢谢。当然，这场音乐会背后还有辛苦筹划的主办单位，让我们感谢高雄市政府，感谢，还有哈嘎 VMV 大力的支持，感谢高雄市客委会。那在这个感动的时刻，我们现场也有几位重要的嘉宾来到现场，让我们欢迎高雄市政府副市长李怀仁副市长来到现场，还有客家委员会古秀飞主委。那副市长将代表市长献上所有高雄市民还有台湾人民对郑医师的感谢和敬意。同时，也要邀请主委为我们献上对所有演出同仁的最高的敬意和谢意。那我们由夫人还有指挥代表受赠。感谢郑医师一生的奉献，圣梦欣赏一生的奉献。那我们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献给台上所有的演出者，并献给曾贵海医师。谢谢。那在音乐会的最后，仅以曾贵海医师《天光》里面的几首句子送给所有的来宾与朋友。我们拥有一样的天光与夜晚，四季轮流来到岛国，从海岸到山边，开着又美又香的花。民主的花蕊，自由的花蕊，让我们一起伸出双手，难得自由。干民主不放手。曾贵海医师会一直与我们在一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光。愿台湾有天光。基本嘅熒光筆都要變夜晚結束，是蒙太假。是蒙太假，感謝。